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碟咱要开始金早起的敬拜。来呀，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时，咱来吟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请起立。
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纽列岛人来受苦，定是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右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即时来读启应文59篇。启应文59篇，咱同齐来启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复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就无信伊，哪会求救伊？就无听到，哪会信伊？就无人传，哪会听到？就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徛遮乃遮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这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即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爱天父，即届疫情，阮相信你爱阮学真济功课，阮每一个人拢爱谦卑伫你的面前。一个小小的病毒，甲全世界上厉害的医学家、科学家搞得人仰马翻、黔驴技穷。主啊，阮爱认罪悔改，毋通搁做你所无欢喜的代志，开始过简单、合上帝心意的生活。尊主最大，时常关心有需要的人。愿相信疫情会过去，痛苦目屎嘛会过去，但是
上重要的是，阮爱学会晓，你爱阮学的功课。今仔日是文字传道主日，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用各种的方法来传福音，但是真济方法拢会受到时空的限制。只有文字传道，伊是无远弗届，搁较落后的乡村，搁较偏远的部落，伊都可以到达。所以，请兄弟为着这项事工，关心大道甲奉献。只是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用谦卑的心来听你通过牧师要对阮讲的话。愿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11个门徒去加利利，到耶稣指定因去迄座山顶，因见到耶稣就甲伊拜。不过有人还伫犹疑，耶稣惊我去甲因讲：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一切的权柄拢予我，所以恁就去，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爸子圣神的名，教示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就会记伫我逐日甲恁同在，直到今世的结束。愿上帝的话刻了伫咱的心中。这时，咱要请有志重唱组来学乐。海，看见山。
咱要请大溪长老教会吕宗明牧师来讲道。伊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文字宣教。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早起，咱有缘用直播的方式来伫线顶来做礼拜。最近这个 COVID-19 伊的突变真正多，也互咱看见整个的地球有真侪所在，这个病毒也阁无法度来受到控制，所以互咱伫即个台湾受到这个病毒的侵扰，互咱不得不爱停止实体的礼拜。原本即礼拜是爱解放，总是即个疫情也未真正稳定的时，不得不互咱有缘爱用伫线顶，互咱真正伫主的内面，互相来透过圣神的感动，台湾真正伫去年到今一直拢有上帝稳定的临到，所以互咱就是伫全球安尼真侪所在死是真侪时，咱有缘会当看见台湾特别稳台咱即个上帝稳台咱台湾即个所在，所以咱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通互咱伫即个无论是英国的变种，或者是即个印度的变种这个病菌的内面，互咱真侪的即个病情是措手不及。总是咱会当看见台湾即个社区群聚的感染或者是互咱全国安尼3级的即个境界甚至互咱因为安尼来停止聚会甲即个礼拜。总是咱虽然有遮尔济的遮个困扰总是咱今仔日的早起有缘会当伫即个礼拜的时咱有缘要组织，所以伫即个当中，咱期待上帝的恩典会当互咱无受到遮个冲击，会当互咱透过上帝的话语要来得到勉励所以即个时阵，咱三甲先压头来祈祷。慈悲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恳求你帮赞，也通互阮无因为这个疫情来停止聚会。主啊，阮虽然无法度来做实体的礼拜，兄弟姊妹无法度来做组织，总是阮有缘要透过这个网络的联系阮做伙来做礼拜。阮上帝帮赞，也通互阮真正有上帝你的恩典。通互阮会晓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即个礼拜的时间，愿这段时间是主你分别最盛的时间，通互阮伫即个中间来欢喜快乐。愿伫你面前为着今仔日的礼拜献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伫即个COVID-19造成咱台湾即个目前的现况的时，咱通看见最近即个疫苗已经渐渐进入到伫台湾所以伫即礼拜当中，相信伫65岁以上的遮个兄弟姊妹，拢已经开始伫咧有放射的注射，也通互咱看见，毋管是台湾。政府所买的遮个疫苗，或者是人所赠送的是日本赠送、美国赠送，或者是遮个企业家因伫咧准备要购买的遮个疫苗要进入到伫台湾的时，期待遮个病毒因为较侪人来注有放射，来互即个疫情的防线会当搁较增加，也会当互咱透过即个有放射的即个普遍
会当互即个疫情会当早日来得到头棒袂？3级的警戒一直延长，即摆要延长到7月26所以检采8月初1会当开始做实体礼拜，敢无是恁呢？所以伫即个当中咱拍拼祈祷，咱嘛期待伫8月初1的时真正会当兄弟姊妹搁再一遍因为有即个有方注射了后，会当较放心来做伙做实体的礼拜，所以放伫祈祷的内面，咱无论伫即个过来即个2礼拜当中我相信无论是商店也好、餐厅也好、旅游也好，检采是即个微解封有互淡薄的人会当小可行耍一下总是咱嘛期待无论是学校检采伫即个暑假当中即个有一寡营会也袂当来举行的时，嘛望会当用线顶的教学通互因的设备较有够热咱嘛望无论即个疫苗是毋是有法度来互咱确定有得到即个袂感染，总是咱搁较期待的，就是上帝对伫咱的眷顾。所以咱伫拄则祈祷内面，咱嘛上帝祈求上帝来保守咱。伫即个台湾望伫即摆即个防疫工作搁较得到搁较侪的经验，互咱每一个人因为注即个有放射了后，有即个抗体会当互咱出入内外拢会当得到平安。所以放伫祈祷内面，望咱大家人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眷顾。今仔日我会当来到伫遮，是因为要受托来为着台湾广播社所定文艺传道纪念主日咱看见伫即个疫情的当中，咱遮的报纸的即个宣扬有缘伫咧使用文字确实对伫咱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上帝为着要互历代的人常知影伊的旨意，要甲伊的中间来恢复迄个正常的关系，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伊不断用文字来咧记录较早的事，也要记录现在的见证，也要来启示将来的应允。所以咱通看见这个文字对伫宣教是非常的要紧。咱教会所读的圣经，就是一群文字工作者，因透过对上帝来的感动，互咱会当来得到这个信息的一个传承也通讲是一种的分享。所以透过圣经内面所记载上帝对伫人的中间所做奇妙的作为，也通互咱学习认捌上帝，学习通知影人的罪中间，上帝要安怎样启示伊拯救的工作。所以伫即个圣经通讲是人照着上帝感动所写落来，但是即个圣经通讲是有遮个40几位的作者，遮40位以上的作者，因拢无共款的即个背景，也背景有真侪种，也毋是拢是作者，毋是拢是作家，嘛毋是拢是文学家，因也有迄个各样的亲像摩西，因也有先知，亲像以赛亚、以利亚，因也有伫咧即个中间是祭司的，亲像以斯拉，也有君王的，亲像大卫，也有即个抽水的，亲像马太，嘛有做医生的，亲像路加，更加有做事的，讨戏的，
亲像彼得甲约翰，更加有即个做工的，亲像保罗。所以咱会当看见遮个每一个人，因无一定是读册的人，无论因做啥物款的工，总是因所写落来，毋是伫咧尽因的文笔，乃是上帝感动因，互因诚侪即个文字工作的一个器具，也会当甲伊写落来。所以因拢常诚侪是上帝的工具，拢是伫即个文字的团队内面做真好的一个事工。所以这本的圣经，伊的写作，通讲是差不多有15世纪遐尼长长的时间，毋是写15世纪，是伊所记载的事经历有1500年的内面，这个书来甲伊记载落来。所以事件的内容也定定塔塔，总是虽然无共款的人所写，总是呢真趣味，就是会当互相拢会当伫遐配合。所以即位若无了解的，会当看无共款的人所写共即个时代所记载的这个事件，会当来互相来做解说。意思就是讲以经解经啦，用圣经来互相解说安尼。所以这个会当讲，这就是上帝的作为，毋是人会当来完成的。所以伫个即个以经解经的内面，咱会当看见圣经的内面有迄个串珠，就是会当安尼互相来解说，这就是即个。文字团队上界真主要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文字工作实在是真辛苦，伊毋是一帆风顺，因为亲像这个作者的内面有亚利米，人伫咧讲是流目屎的先知，咱也知影讲伊活地时为着上帝的这个应允伊的话语伫咧迄个所在拄着真济的迫害。甚至伊也伫咧遮个解说内面对着即个听的人伫咧真大的一个刺激甚至伫迄个中间也要丧失伊的性命。所以伫即个伊伫咧做参悟也好，伫咧做上帝的意思的一个解说时都有一个伊的文字的同工做巴录。伫即个巴录的内面，伊就伫遐来甲伊记载落来，将亚利米伊所要讲的对上帝来的启示，对上帝旨意的解说，伊伫遐即个真努力来甲伊写落来，甚至写落来的物件，伊嘛冒着生命的危险，摕到王的面前，伫遐读互王听。检采王若生气，就叫人来甲伊抬头检采是安尼。总是巴录伊嘛毋惊，伊伫遐尽本分来做好伊记录的工作。所以伫遮咱会当看见伫亚利米书第45章的内面，伊才有一个记载，这就是巴录伫遐咧讲的，讲我的心真艰苦，我的痛苦也无够嘛，即马上帝佫加遐痛苦互我，总是安怎？上帝却甲伊讲伊所建立的，伊要甲伊毁坏，总是咧，这个灾难袂临到伫你。因为你有尽忠做你应该做的事，我要将性命留互你。所以这个性命就是要留你的活命。当这个人拢要灭绝，总是你犹原会留落你的活命伫咧迄个中间，用安尼来安慰这个巴录。所以，互咱通知影，巴录所伫咧做的，真正是真正辛苦的一个工作。所以，伫这个文字工作。通讲是一个真安静，伫遐检采伫咧写作的时，无遐人交叉，所以伊定定拢是咧写的人，拢是真孤单的，家己一个人，甚至写甲青迄个深更半暝家己一个也佫伫咧写。检采文字团队伊的影响，因为安尼，所以佫深、佫阔、佫远、佫久。
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咱检在伫咧做上帝的事工，检在毋是要互人拍扑啊，检在毋是伫咧众人的面前真请呀，检在是伫咧安尼边仔点点啊伫咧做的，才系真美细的工作。总是因为你有尽忠伫遐个工作的时，你会当看见上帝就是要借着这个来，互别个人来得到影响。所以这个文字所记载落来，会当影响整个的这个宣教士，会当互后来的人会当受到真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若是安尼，咱今仔日要伫咧看讲，咱要安怎样来看这个文字宣教的使命？第一个就是咧讲，什么是上帝的宣教？上帝的宣教，咱伫咧这个台湾基督长的教会信仰个别就是伫这个1985年所宣布的透过总会32届的这个通常年会来通过来宣布的，就是其中有伫咧讲，我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和解的使者是普世个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5万的记号。所以伫这个所在，咱通看见台湾基督长的教会，也就是一个宣扬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和解使者的一个教会。所以上帝的宣教，透过台湾基督长的教会，伫咧台湾这个所在来伫咧做宣扬。所以咱伫咧讲，上帝的使命就是 mission 是啥物？上帝伊伫咧人的中间，透过伊的百姓来完成、来成就伫伊的旨意，也就是伊特别拯救伊所创造的物。这会当互咱看见，所要处理的就是人的罪，甲上帝的拯救。所以伫咧即个罪中间，因为人离开上帝，所以无法度来得到上帝的拯救。总是咱也通知，上帝的 mission 就是要帮助人来脱离罪，来得到上帝的拯救，来享受伊的祝福。所以，伫创世纪第1章到11章来看，人类堕落，所以甲上帝中间迄个关系来破裂，甚至甲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伫迄个所在来拆离开。总是伫迄个内面，咱特别看见的，就是有几项，就是伫遮个困难的内面，才会咱通看见。照着伊所要竞选的百姓，伫遐对亚伯拉罕开始就开始一个什么拯救的一个计划。因为上帝无爱人离开伊，上帝期待伊所创造的万物，拢伫伊的名下面来得到伊的祝福。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意愿。所以这个 mission， 咱会当看见上帝期待这个拯救的记号。看见这个使命的传承，就是这个使命是对上帝来，然后传到伫全人类，照着以色列人来看见这个拯救的记号，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然后来互教会成立教会，来承受这个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使命，来互上帝的拯救。来完成伫咧即个地面上，所以即个宣教，嘛当互咱看见，伫即个罪中间，互咱看见，即个每一个人拢会当有上帝的拯救帮助。所以宣教是上帝伫咧关心伊的百姓，上帝关心伊的百姓，第一项就是。人来到这世间死后要去的所在，这是上帝为咱备办。
所以要互咱透过宣教，互人知影你对倒位来，死后要对倒位去。第二个就是你活伫世间的时，你甲所活的环境迄种的关系。第三就是你会当伫活地的时，就爱活出上帝美好的形象。所以这就是宣教，总是宣教所要对付的这个罪，咱看见这个罪就是个人所犯的罪恶。不管你是骄傲，不管你是欺骗，或者是杀人、犯奸淫，无这个拢是个人的罪，或者是面对社会整体的这个恶势力、无公义的事，或者是面对着人的破病，比如讲即届 COVID-19， 会当互咱看见人甲人中间迄种毁灭性的战争，这个拢是因为病来影响。第四项就是面对人毋捌上帝的罪，毋知影上帝是唯一的上帝这个罪，所以这个罪恶也就是mission所特别来对付的。所以面对着这个上帝主面的宣告，咱所要期待的，拢是伫咧这个中间。所以今仔日咱伫教会，咱看见承接着这个对上帝来这个宣告的使命，咱会当看见，逐时代拢出现真侪的这个宣教师，无论是国外的，或者是来到台湾的宣教师，包括咧马雅各、马街、南大壁，或者是伫咧即个国外的，把即个非洲的史派者，中国的戴德生，伫美国马丁路德金，这个拢是伫即个教会宣教的使命的内面，伫遐来实践这种使命的这个传教者。所以咱毋是除了教会伫即个基督徒的中间，咱也通看见有侪侪人伫咧关心社会弱势，或者是大自然环境的维护对抗这个怂恿啦、艾滋病啦，或者是无公义这个等等的这个基督徒。这兄弟姊妹，因有缘拢伫咧来完成着这个宣教的使命的工作。所以，若是安尼来看，咱教会宣教的事工，咱原本是想讲，这是教会的工作。其实，教会所做的事工，拢是对上帝来。所以，无论你是做个人的传道也好，无论是咧做一场的办的报道会也好，无论你是咧做社会的关怀事工，还是就是社会服务，等等这个工作，这个拢是对上帝来。所以宣教是对上帝本身的一个使命，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宣教的上帝。因为这个换一句来讲，宣教就是上帝的代志。所以上帝伊伫遐咧发动，是咱教会来伫咧做工具，所以毋是咱教会伫咧做宣教，是上帝伫咧做宣教。所以咱就爱知，咱是为着上帝来伫咧做。所以上帝爱咱做宣教的事，所以毋是咱家己想要做啥物款的事。所以毋是咱伫咧定咧想讲教会伫咧计划的时，咱毋通袂记得是。毋是咱计划要做啥物，是上帝咧感动咱来做啥物。所以教会只是一个工具，咱每一个人拢伫即个工具的内面，咱伫咧做即个协力的同工，咱同心要来完成即个宣教的事工。所以教会宣教，咱就爱定心来思考，咱会记得。宣教最主要的就是要互上帝来掌管一切，因为这是咱的个别。世界是上帝的，毋是咱倒一个的，毋是咱台湾的，毋是咱美国的，毋是倒一个国家的，嘛毋是倒一个人的，是上帝的。所以毋
咱就爱对这个，毋是干那对教会来做宣教的实践，乃是上帝安怎样来宣教。那是伫徛伫上帝，伊要爱咱做什么款宣教的事工。所以这就是要透过伫圣经内面的记载，通互咱看见上帝安怎样来引带伊的百姓，来互百姓来敬拜伊。所以看见上帝的宣教，就是爱人来敬拜伊。所以看见整个圣经内面的记载，就是上帝宣教的一个成果的发表。所以透过圣经文字的记载，咱就通知影上帝伫历史的中间安怎样渐渐引带。所以真正宣教的动力是伫上帝。所以咱要做宣教，若无有上帝的参与，咱就无法度做啥物。因为伊就是独一无二的永远的上帝，伊是逐时代的上帝。只有伊会当得到咱的敬拜，所以这个世间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甲神，拢无法度甲伊相甲比拼。所以咱毋通袂记哩宣教的目标，就是要互上帝来得到娱乐。所以伫每一届奉主的名组织，咱就会记得是敬拜娱乐上帝，毋是伫咧学了倒一个牧师讲道真好，毋是伫咧学了倒一个带敬拜讲唱歌唱了真好听，也是倒一个弹琴的讲弹了真好，也是倒一间礼拜堂起了真大间，这拢毋对。宣教就是要学了上帝，毋是伫咧学了人。所以咱就爱对用人最中心来宣教伫上帝敬拜上帝来最中心。所以毋通袂记得教会宣教的目标，就是为着要敬拜上帝，要学了上帝，毋是伫咧学了人。所以只有互上帝来得到学了，这就是咱长老教会伫咧讲的，所有的荣耀归伫上帝。所以结论来讲，巴克利牧师伊开创台湾历史最久的一份这个文字报道，就是台湾公报社的公报。所以伊来到台湾，来互即个100几年即个宣教，150几年的宣教，互咱会当看见这个历史的记载。透过台湾公报社，会当做真多这个文字宣教的事工。所以话语的传道真重要，总是文字的传道也更较重要。所以咱知影。这个任重道远，这个文字文以载道，这拢是要甲耶稣基督永远的这个真道来甲伊提出去，通互咱每一个人透过这个来学了敬拜上帝。咱愿上帝的恩典就透过这个文字的传道，进到咱每一个人的中间。咱三甲头来祈祷。主，阮献上感谢，阮知影伫上帝你的内面，阮实在是是一个主你所用无路用的器具。主啊，阮伫逐时代透过这文字的这个宣教，通互阮将主你伫阮中间所做奇妙的事，用文字来甲伊流传，来互主你听阮。这个事业会当代代相传。主啊，阮也盼望伫个这个网络的时代，更较互阮会晓得将这个文字更较快速来传达到伫世界每一个角落。阮也相信，这个文字的传道，的确会当互主你来大大使用。但阮也为着台湾公报社来祈祷，愿主你。重用这个器具，通伫台湾这个所在将福音来广传，通互每一个人通照着这个文字的传道通透过这个来更较会晓得来分享上帝听甲见证。愿主甲阮三甲地地，信神因带带领阮，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即时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起立。这时，咱要来感恩奉献，因为咱即马无实体聚会，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信封。每一届礼拜，会使将这个信封咱来敲电话甲牧师也是干事联络，
咱会当摕来教会交互因。请坐，咱即时要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同齐来读。假是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就会记伫我逐日甲恁同在，直到今世的结束。即马咱要迎新报告。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礁溪教会吕宗敏牧师甲本会林耀新牧师交换讲台，到本会请安正道，请兄弟为着这个时间来奉献代祷甲关心。第二，因为疫情的关系，咱鼓励大家团体也是小组采线上聚会，达到肢体连结与彼此关心。因应疫情影响，无法举行实体礼拜，以致会友的奉献较为不便。为了让兄姐的奉献不受疫情影响，即日起欢迎兄姐致电牧师或家军干事，事先约定时间代收奉献，使圣工不因疫情有所停滞，共同成就上主悦纳之圣工美事。以上报告。即时，咱来祝福公道。主爱天父，伫即届疫情的中间，阮的国家欠真侪疫苗，求你予政府官员有智慧来防疫，并且会当买到足够的疫苗。我嘛恳求你保守第一线护理工作人员10分的平安。主啊，有侪人对打疫苗充满着不安甲惊吓。圣经讲，当阮惊吓的时，阮要倚靠你，愿你将你的平安充满阮每一个人的心。主啊，因为疫情，真侪兄弟因的经济有困难，求上帝你来供应因的需要，嘛，互阮每一个人会晓去关心遐有需要、有困难的人。阮嘛要将阮的线上礼拜、线上聚会、团契拢交互你，互阮通过即种的方式，有缘会当满足阮心灵的需要。天父上帝，教会兄弟身体欠安，心灵软弱，拄着艰难困苦的，拢求你亲身安慰帮忙。主啊，顶礼拜，阮的牧师伫讲道的时有讲，阮每一个人拢爱想，阮生命中间上爱互上帝福兴的是啥物货？我认为上重要是福兴阮甲你的关系。阮人民若福兴，阮的生命就有办法结果子。阮的生命一定爱亲像葡萄枝连伫葡萄树，互阮会当愈来愈听你，愈来愈渴慕你，嘛愈来愈愿意来服侍你。愿安尼恳求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咱来吟上言390首，吟诗线，请牧师祝祷。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伫天顶的上帝，阮领受主你，互阮才会话语了后，阮就爱勇敢拍拼，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信心的相通甲帮助，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底，对这点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避讳。